有的朋友来收看咱的迄个广播金钟奖，来支持咱广播业界。我要删6公斤，互大家看。6公斤足困难的呢。系啊，足困难的啊。更加困难是看袂出来。有啦。哦，大力的，大力的。来哦，尽量讲，尽量，唔是咱来尽量讲，你要尽量比，尽量讲。啊，你嘛一直有吼。来，好来，好，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来，几个字？3个字。有啊，咱细汉的时阵，拢爱去。分鸡龟。好，接下。无分。无分。三个字，迄个物件，迄个物件叫啥？三个字。鸡龟啊！啊，对，来，好，健康来。嘿，迄个跳倒摆的时阵，天顶有这个水落落来，再穿一领迄个叫啥？火沙。啊，另外这个嘿，健康来。迄个欠芳的物件吼，迄个咸酥鸡，咱会下一寡迄个什么物件？蒜头、蒜苗。不是另外一个。好，健康对。吼，咱后壁这个。利用股。对，吼，那听到迄个雷公的时阵，会看到迄个。是啦。魔，地产的魔。水鼓。健康。来，还有一个有无清明的食的，清明的食。两边搞。对。来，嘿，就讲讲干杯有无？几个字？讲着杯啊，来，讲着厉害一个手表啊，有一个足贵的有无？咱拢叫对。来，讲人坏啦，老人安怎？囡仔是。第3个字换别个。老人囡仔快。对吼，嘿，这个食的吼，伊袂输敢若迄个蒸共款有无？嘿，袂输敢若切开了，袂输敢若蒸共款。红豆饼吗？不是，是树仔顶的。跟他煎，跟他洗煎啊嘞。啊，百香果西金果。对，另外一个讲法。是啥物果？西金果。不是，另外一个讲法。罗汉果。唔是。第一档呗。啊，是来，pass吼，迄个便当外口拢爱用一条什么去干？树林。对，树林酥啊。对。这什么？再什么？嘿，真好，来，看这分数就知吼，来，恭喜你的摘分哦！好，咱来听老师解释。咱迄个西青果、西芥果，吼，拢对啦。啊，毋过因为都爱照迄字吼，对，嘛，抑阁有其他无共款讲法啦，吼。有的人会讲鸡卵果，吼，啊，有的人会讲迄个西青果，用果来讲嘛有啊，吼，嘿。啊，迄个高赞塔，这个真趣味是讲吼，咱台语讲高赞塔吼，啊，拄则有咧讲诶，可能有迄个客家的底吼，啊，客家的背景是会讲七赞塔，吼，因为迄个音嘛，因为讲七层塔吼，是用七，吼，伊毋是用九安尼吼，啊，这真趣味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是迄个轮饼糕，吼，咱这个糕爱讲哦吼，嘿，毋是干那轮饼，用糕轮饼糕对，嘿，啊，囡仔款也是讲落嚟，哦，迄落嚟这譬如袂歹哦。对啊，真贵的手表啊！好，无啥物要补充的，以上，谢谢老师。什么老师安你安尼互人压力啊啦，真大呢。嘿啊，这厉害杂音呢，对啊，是毋是？不过唔当看家己的落啊零零唔当看轻家己，无定着你就12哦。为着5000块哦。是，来，出啥不啦？我来，来，搞好你啊！骗我来，哇，就紧张诶！好，加油！来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哦，来，透早的时阵，你食酥饼的时阵，你爱配饮料。豆奶，唔是，迄是咖啡色的。咖啡色的。来，我上爱物啊，安尼。正确。啊，你爬山的时阵，你脚会安怎？就疼。不，就忝的，就踢腿。正确。来，查某囡仔大的，这就水的。正确，来，迄啲台南，迄最好食的物啊。伊食的时阵爱卡起来，正确。你看电视的时阵，你倒在遐，你会困。同意。好，正确。来，咩，一种动物，两个你哦，两个你，零牛，头一字是羊，
妹，勇敢，牛啊，勇啊，啊，这个来，哦，啊，你赛车的时阵，你经过遐，你爱拍，你爱甲大顶拍都行。无大顶拍开，你赛车的时阵，你经过一个经过一个所在，你啊，蹦卡，啊，正卡，来，会使拍会输啊，跑，来，哎，迄伫山顶，迄足水的。你冬天的时阵，你看满山拢是迄一种草，一种草。哎，你袂歹哦，你照我讲的哦，蒙草，唔是，你讲对，你讲对。芒草，另外一种芒草，哎，另外一种讲法，另外一种。芒是头第二字，挂芒啊，啊，瓦芒，瓜芒，啊，这个过来，哎，迄控汤的时阵，迄一种白色的，啊，就好控汤，白色的，但是抓棍，不是，一种哎，顶端有藏，嘿，淮山山不药，是，啊，过来，白色的，啊，正卡，按一个，嘿，哦，卡球，啊，正卡，过来，你困的时阵，你要穿的物啊？困难，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好，来，小伟，厉害，我感觉这组介高水的是啥？你知道？这组吼，你拢什么话拢卖比吼，伊就会摇着，嘿啊啊，人比甲咧就摇袂着，嘿啊，嘿啊，真奇怪。小文逐项拢会摇呢，嘿啊，好来，看一下分数。好来，咱即摆得到的是12分啊！愈来愈老，好来，咱请老师解释。哦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咱这个拄则有讲到剃腿嘛吼，拄则讲剃腿，嘿，啊，另外一种腔的讲法是剃腿，剃腿吼，拢有人讲剃腿、剃腿拢有吼，嘿，啊，搁来碗粿，迄嘛有腔口差，吼，较少人讲的是碗粿，碗粿拢会使，嘿，啊，搁来就是官网拢有吼，嘿，官网两种拢有，吼，以上。嘛真厉害啦，吼，足够的。嘿啊，足厉害哦！哎，拢卖比拢会摇会着，啊若比就摇袂着。真正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是，啊，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恁的，哦，是，你问，练来。 36公斤哦，真的吗你？是个客家话吗？无36公斤，你真正36公斤吗？哎，代价嘛，无啦，我是讲，这个原本是要主持迄个金钟奖进前啦，啊记者会嘛，啊希望讲会当找一寡这个出头来算一下啊，是，啊上半工啊真正嘛无啥物出头通好算啦，啊规气来开家己体重的这个滚绳球安尼讲，啊无安尼好啊，请咱所有的朋友来收看咱的迄个广播金钟奖，哦，啊来支持咱广播业界，我要36公斤互大家看，哈。 6公斤足困难的呢。嘿啊，足困难的呀。更较困难是看袂出来。哎，有啦，你看起来就瘦你行啦，你甲你足久无看啊，毋过你若有什么问题啊啥，嘛通啊问阮庆华。保养我看过伊的腹肌啦，是啊，哦，迄身材保养较真好。你即摆够有哦？够有。有咧。看者哦。哎，其实伊的腹肌有12地，我是。真的吗？你有几地？你有6地。 6地。啊，你几地？诶，我一地，我一地迪拜，较团结啦，较团结。好来，我毋过阮即摆无要让啊。无要让咱遮2分才1分哦。吼，因为咱节目节目大家拢伫看，是讲咱袂当做假。吼，来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加油！甲抬落去哦。吼，好好来，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讲白贼律师蒋宏华。我即马要来出题，今日你去路咧捡到5000块，你甲送去警察局招领，请问迄公告招领偌久以后拢无人去摕，这钱就变成你的，会当去甲领走。请问你若捡到钱送去派出所，啊偌久以后拢无人来领，这个钱就是你的咧。哦，偌久哦。吼，好来，咱请抢答。庆华3个月。 3个月。扣过快。你有扣过哦？无啦，看新闻的讲的。 3个月。应该是。好来，老师是毋是3个月？唔对。哦，哇，嘟嘟啊，吼，你生气，你应该知影答。
好来，大力哎，我真正有扣过，我马上就行人啊。哦，所以讲你无给我是讲你是扣起来坑咱地啊。 8000块呢。哎呦，我内面还有信用卡呢。赞！哎，我若诈骗集团甲提走对不？是一个月，一个对啦你一个月就好。一个月就好啊。因为我心内是安尼想的啦。我希望一个月就好。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一个月？唔对，哎，安尼应该搁较长一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问老师哦，哈，来，老师到底是偌久咧？还是我也是4月的咧，啊，都6个月咧。对啊，半年咧，系啊。哦，你唔是讲3个月？我后边后边讲半年，后边咧哎，算做讲嘛是爱囥伫警察局，互伊6个月吼，啊，拢真正拢无人来领安尼，嘿，啊，这个时阵警察会当来通知讲好，啊，你扣着人吼，看要领去无安尼啦，嘿，爱6个月啦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，也爱啦，爱红时间啦，是啊，对啊。阿姊，老师，我先趁这机会问一下问题。因这两个是足少的，嘿，啊，正确的念法是哈，这白话音叫做思伊尔烧，烧嘿，哎，音卖学白变哦哈，嘿，就烧就对了。哎，等下，你爱烧大轮，烧大轮，因为啊，甲你烧啦，烧大轮，烧大轮。啊，这位，哈，啊，这个是变，变，嘿，啊嘛是共款，啊，拄啊个共调，恁这姓拢共调，啊，所以是嘛变加。变庆华，变化，哎，跳一个剃头，一个变鱼，一个变哟。啊，迄个是变。哦，恁即马这个调，恁的生调是第7调啦，嘿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